歡迎翻到嚟理財八時間，我哋再跟進一下大市嘅最新情況。恒生指數而家跌緊3點，係22,544點。分類指數個別發展，金融升82點，公用升333點，地產跌127點，工商跌44點。港股成交方面，超過280億，國企指數跌89點，紅籌中資升3點。跟住埋10隻最活躍港股，建行升5仙報6個4毫3，工行冇起跌報5個4毫1，匯控升7毫半報84個1毫半，騰訊升個6報260個6，中行冇起跌報3個5毫8。中移動方面跌緊1毫報84蚊，盈富基金跌5仙報22個7，友邦保險冇起跌報34個2毫半，中煤能源跌3毫9報5個9毫1，中石化跌1毫2報8個3毫半。我哋繼續同喺灣仔直播室嘅大唐金融集團副總裁盧志明啦，傾傾大市最新情況啦。Ken哥你好，係水平你好。嗱，先睇睇啦，今日嚟講呢啲電訊設備股咧咁啊都有個炒高咗嘅情況嘅。睇睇隻中興通訊啦，現價就喺12個8毫4呢個水平㗎啦，升幅咧3%以上嘅。其實見到咧今日嚟講呢，即係成個板塊炒高咗咧，即係有啲利好消息嘅。咁啊，短期嚟講影響股價嘅咧，即係就可能會係嗰個中移動啦，講緊 4G 方面嗰個商用咧，8月咧就會正式開始。另外咧都係講翻之前都提過嘅中央加快即係推進呢個寬頻建設方面嘅情況。究竟呢一個板塊嚟講呢，今年會唔會就係大家嘅焦點？嗱，寬頻建設再加埋4G嘅叫起呢個設施啦，咁呢啲我諗喺市場裏邊其實都已經知道㗎啦。咁你話會唔會借翻呢啲消息可以做到好大強勢咧？我諗未必會，因為最主要就係話你見到由 2G 去變 3G 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升級用個數額咧，比而家 3G 去 4G 純粹提升個級數咧，咁個數額爭好遠。咁如果你用翻呢一點嚟睇嘅話，你都見到係近排嗱，每叫做有多少少嘅最新消息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呢一批嘅股份咧，短線咧就有啲刺激嘅作用。咁但係都要睇翻佢究竟第一個數額有幾多，第二就係話究竟佢自己本身間公司咧嚟緊究竟有訂單係接到嚟緊係個叫升級嘅情況又好，或者係呢個訂單新多咗又好啦，咁先可以反映到喺佢自己本身身上。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嗱，呢批股份咧無疑係近排咧叫做咁多個板塊裏邊咧，相對地咧係叫有多少少嘅炒作空間喺度。咁所以如果而家叫輕輕叫升咗少少或者升多咗少少，我就傾向就唔係高追嘅，反而就話當個市況唔係太理想嘅時候執低落嚟啦，咁可以叫趁低咧就吸納翻部分少少啦，咁啊逐隻嚟耕，咁啊買完之後咧就等佢有翻消息咧，又可以叫高位獲利，咁啊用翻呢個策略咧，可能比較會好啲。咁因為始終而家暫時嘅市況咧，你見到都係叫膠着咗，冇乜叫特別嘅太大上升空間啦。即使見到中興通訊今日升得多少少嘅時候，但係中興通訊自己本身又係喺14、5蚊啊嗰啲位置碌咗落嚟之後咧，而家就做緊技術性反彈嘅啫，係咪特別叻仔咧？我自己覺得就唔算太係嘅啫。好嗱，其實 Ken 哥都提到中興通訊方面咧，我哋跟進埋啦，就係中興通訊763嘅首季業績先。嗱，收入方面咧，其實就下跌超過2%嘅，去到180億元，而淨利潤方面咧就升咗35%，有2億元人民幣左右。嗱，其實首季咧就可以轉虧為盈啦，不過當中就包括咗咧，即係出售呢個中興力維81% 嘅權益。嗱，不過你又睇翻啦，毛利率方面咧又連升2季喎，即係有好多好複雜嘅數據係包含咗喺裏邊。究竟中興嚟緊啦，嗰個前景或者嗰個發展咧，你又點睇咧？嗱，我諗係舊年實在做得太差啦，所以個基數變相又拉低咗，從而就令到好似有個轉虧為盈嘅情況。咁但係留意翻一點啦，呢個股份我自己覺得梗係心大啲嘅，因為個股價每拱咗上嚟之後咧，久唔久又整啲外國嘅消息啦，又話你係間諜啊，一陣又話你啲產品唔可以打入佢哋嘅市場啊。嗱，呢啲咧都會令到佢自己本身嘅股價咧升得咁上下咧，就一棍打翻晒落嚟。咁呢隻股份咧其實比較麻煩少少。咁所以而家你見到佢叫挨咗2次落嚟之後，而家做緊技術性反彈都好啦。咁我諗呢隻股份咧每次反彈咧，其實就暫時叫做啦沽貨嘅情況，反而就話佢挨咗落嚟嘅話，你有興趣嘅話，等佢挨落嚟先買啦。咁呢隻股份咧，我覺得個複雜性同埋嗰個叫做去判斷嗰個股份嘅走勢嘅上下嗰個情況咧，係比起其他嘅股份咧，會更加難嘅。好啊，咁啊，Ken哥，我哋傾住咁多，跟住落嚟時間咧，同啲家庭觀眾啦，傾傾佢哋嘅投資問題啦。咁啊，有位范女士等緊，范女士你好。係，主持你好啊。係，范女士好。阿 Ken 哥你好。係，你好。我想問一問咧，我喺1.9買咗266啊，今日咧跌咁多咧，跌到你呢個月嘅最低位，我想問問使唔使止蝕？
同埋可唔可以打個和走咧？唔該你 Ken 哥。好啊，咁啊，見到隻2866啦，中海集運啦，今日最低去過1.802嘅，現價咧跌緊3.1%，係1.804嘅水平。咁 Ken 哥應該點做啊？頭先佢就係話大概係1.9買啦，咁就跌咗幾仙啫。咁但係我諗要睇緊一個位置咧，大概就係1.8。如果跌穿1.8去到1.8樓下收市，嗱我用收市計下。如果跌穿1.8嘅話咧，咁你咪酌量叫離一離場先啦，因為始終航運股咧，某程度上咧而家暫時都係比較弱勢。咁但係希望佢叫做喺早前3月已經由2.4一路碌到落嚟1.8，而近排出嚟嘅業績咧都要叫反映咗。咁我諗如果守得住嘅話咧，咁就有機會有個技術性反彈拱翻上去。咁暫時啦，用翻個大概位置啦，1.8啦，嗱俾多少少佢啦，1.7號8附近啦。如果跌穿嘅話，我諗離一離場先。好啊，咁啊，跟住啦，我哋再聽到家庭觀眾啦，張女士嘅電話。張女士你好，你好啊，兩位主持你好，午安。我想問嗰個好孩子咧，而家幾錢啊？而家3個4毫8而家。你幾錢買㗎？目的啊？有冇目的就會升到咩位啊？你未有貨㗎？係。好啊。咁啊，聽講就1086咧，而家就跌超過跌5%㗎啦，3個4毫8嘅水平。今日最低咧去過3個4毫6嘅。呢一隻股份其實值唔值得吸納啊？嗱，我諗大家都傾向斷估緊呢個國內市場會唔會喺個一孩政策方面有個放寬啦，再加埋好孩子自己本身個產品咧，喺過去呢段時間咧，其實無疑做得唔錯。咁但係你見到由2月到4月咧，叫橫行咗一段時間，講緊係4蚊至到4個半呢個位置，而近排穿呢啲咁嘅位嘅話咧，其實都麻煩少少噶啦。你去睺一啲股份，我通常都係叫做一個順勢，寧願佢一路上去嘅時候起步階段，或者去到中段咧，我寧願跟咧，好過而家就叫開始跌穿咗佢自己本身一個叫2至3個月嘅一個平台區，咁可以跌嘅幅度會比較深啲嘅。而家我諗嚟緊呢2-3日啦，就係佢會唔會再跌得落去深啲嘅關鍵，因為佢喺大概2月附近啦，1-2月附近啦，佢上嚟嗰個叫做平台區域咧，大概就係3個4毫半啊呢啲咁嘅水平。咁你純粹你話我搏一轉反彈嘅，咁你3個4毫半，你搏翻上去咧，我諗都係講緊大概3個8啊、3個9呢啲咁嘅位置咧，就可能暫時短期嚟講咧，就可能停一停。咁但係我諗調整完之後咧，佢有重新組翻個升勢嘅時候，你先再買未遲啦。咁你而家呢一轉買入去咧，就純粹搏一個短線嘅反彈嘅啫。好啊，咁啊，仲有一位家庭觀眾咧，就係阿蘇女士嘅。蘇女士你好，係主持你好，我想問下比高梅啊，2282係咪？係啊，響咩價位出？響咩價位再入翻啊？你幾錢買？17個半啊？17個半買嘅。係好啊，咁啊，見到隻2282咧，今日就跌緊0.5%，喺18個1呢一個位置噶啦。聽講應該幾時食糊好啲啊？我諗你睇呢1-2日啦，如果佢唔肯破上去，大概講緊18.2附近嘅話，你咪走咗部分先咯。咁但係始終你見到佢由呢個2月啦到而家咧，其實個平台區都係講緊大概16蚊至到18蚊呢個位上上落落。咁而家就尷尬少少，就啱啱偏住喺個高位附近嘅位置。咁啊睇埋呢1-2日，如果唔破嘅話，你咪短線食糊先咯。等佢挨翻落嚟低啲，你咪買翻咯。因為始終都係近排講緊呢3-4個月裏邊咧，係16至18個2呢個位置上上落落，自己可以定到一個比較靈活啲嘅策略。你挨住高位少少嘅話，咪你唔走晒佢全部，你咪走住部分先咯，輕輕減持部分，食一食糊先咯。好啊，嗱，聽咁啊，另外傾埋啲澳門對股啦，見到隻27銀河娛樂咧，嗱今日咧都係有一個上升嘅情況嘅，升接近0.9%，喺34個5毫半呢一個水平噶啦。即係其實大家係咪憧憬緊可能嚟緊公佈咧4月份咧嗰個博彩收入嘅情況？見到佢今日都做得唔錯嘅。其實賭業股我諗長期都係叫做偏好嘅，咁只不過就每一次挨落嚟嘅時候，大家都遺忘咗，反而就向咗其他嘅股份埋手嘅啫。咁我諗叫做啦，第一可以叫憧憬翻呢個博彩收入會唔會有個比較多少少增長？第二就係話始終5-1啦，咁喺5-1之前你見到個幾零禮拜前咧已經炒起咗一陣上嚟㗎啦。而家呢個位置嘅話，我諗就仲有第3個月原因啦，就會唔會叫做係希望佢有個憧憬性係叫染藍。咁呢幾個因素咧就令到佢拱咗上嚟。咁但係而家我諗暫時推翻上去啦，35個半啊呢啲位置咧，可能有個多少少阻力區，因為始終呢幾日咧升嘅幅度比較多少少㗎，唔排除短線咧有多少少嘅整固嘅格局喺度。好啊，Ken哥，今日唔該晒你嘅分析，想問你今日提及過嘅股份咧有冇持有咧？冇持有嘅。好，唔該晒 Ken 噶。好，節目時間夠啦，陣間3點半啊喺亞洲台繼續同大家見面，轉頭見。